每一遍有小朋友参加咱的聚会敬拜，咱会感觉讲，安尼规个礼拜堂拢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迄款的快乐的气氛。小朋友有可能无法当像大人安尼遐尔有肃洁整齐，但是因就是表现出因真水的纯洁、纯真、甲可爱。咱总真希望讲，咱逐个人，迄个儿童囡仔时代迄种的快乐，拢永远伫地。咱若要伫信仰的顶面，伫咱的即个圣经的学习中间，去超找着迄个真诚的心，亲像细囝，甲咱的主有一个结连。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做祈祷。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对你来的听，对你来的祝福，互阮今仔日通过儿童带阮做敬拜你，搁一遍来思考，阮爱用诚实的心，用听来服侍你，也愿你将你的听赏赐互阮，愿你咧服侍你的时，我经验到你的气力，甲阮同在，产生的影响甲力量。愿你通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来一遍学习。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今日儿童的福音是咧讲什么呢？今仔日咱伫台湾这个社会，拢比以早加倍咧重视细囝，加倍重视细囝。而咱现在每一个家庭有2个囡仔，就感觉足知足啊！若有3、4个，感觉讲哇，迄家庭家足闹热囡仔少子化是咱今仔这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咱要回转去到耶稣的时代，圣经安那描述主耶稣伊成长的一个过程。这2段经节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细汉的时阵，伊的成长的情景。小等咱会搁加一遍来学习。40节讲，这个囡仔渐渐大汉，日日勇壮，充满智慧，上帝恩惠甲伊同在。40节是咧讲起耶稣细汉的时阵，伊甲伊的爸母，因为当时逃难有去到伫即个埃及，搁倒转来。40节描述这段的结束，讲耶稣伊安怎成长。到第52节又搁讲一摆，这摆是耶稣已经12岁啊。这是犹太人因12岁的时阵爱去圣殿等于有点成人礼的意思，去到圣殿伫迄个记述的结尾，有写讲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讲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而且我要通过这2段经文，甲咱3个学习耶稣伊来成长这段经文在讲起耶稣成长的三个的层面，就是细囝耶稣就对了像咱现在这好要爱的小朋友，就差不多耶稣迄个时代的年纪安尼。咱拄则看到这个40节，搁另外52节，在描述咱若搁较详细是了解到耶稣12岁的时阵耶稣12岁的时阵，伊甲爸母去耶路撒冷守寒过节伊记述有2项真互人印象真深啦。一方面就是讲，伊甲当时的这犹太的老师遐教师、圣经老师安尼伫遐讲论，众人拢惊奇伊的聪明啦。12岁12岁，当囡仔若定伊就充满着智慧，甲这犹太圣殿内面遐个老师来对话咧讲话安尼。这故事无需做一点简单的描述。伊讲12岁的时阵，照因的当时的规矩伊的爸母逐年拢去耶路撒冷守寒过节。这个时阵，耶稣的爸母因住伫因家己成长的庄舍，就是拿撒勒
啊就到迄个时阵讲照例啊来修这，但是发生一件，若是今仔来讲是儿童失踪事件呢，哇，儿童失踪迄足恐怖的啊！啊，竟然伫耶稣的时代嘛发生，因要转去啊，大家拢会用迄经文来想象讲奇怪，啊一个囡仔12岁啊，哪会带啊无去啦？啊而且讲因转去到厝啊因拢爸母拢毋知，即个代志，搭咱的家己的逻辑思考有点仔无甲共啊爸母哪有可能3工拢无看到囝拢袂烦恼啊，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就是讲，迄个时阵半过做的时阵人客，像咱台湾咧迎老热安尼遐尼侪人，啊可能有人就咧，因为这圣经无明写讲是爸母3工无看到囡仔，毋知影什么代志安尼。啊有人有咧做庙，是因为内底圣经无明写有人讲可能因为大家家族啊、亲戚50大家相招啦啊12岁都走来走去啊也毋是讲都爱牵伫手头啊，所以有可能，是毋是讲爸母讲可能伊甲因的阿姑啊、阿叔啊是啥物家族中的亲人做伙所以就无在意啦大概有人即款的想法，因为伊有写40写讲伊掠做伊伫东行的人群中间行一天的路程。才开始伫亲人朋友中间来找伊，掠做伊伫群众的中间就对啦。意思是讲，行到一天伊想都对别人啦，个囡仔好奇啦，对亲人啦，一天过才知影，佫转去到耶路撒冷找伊，找到第3天，所以可见讲，当时耶路撒冷真宽真大，人嘛足多，找无。到3天后呢，因遮像即种图片安尼，发现讲。伫圣殿找到耶稣，伊讲坐伫遐犹太人的老师的中间，讲会若听会若问安尼啦。所以听见的人拢真惊奇，伊的聪明甲对答。伊的爸母看见伊，感觉真惊奇。但是呢，伫迄个找到也惊欢喜的中间呢，有搁一个对话，嘛产生即段经文，互人大家足侪人咧研究，讲是安尼讲啊改成。耶稣甲爸母对爸母言的话怪怪安尼，讲伊的母亲对伊讲：囡仔，细囝，你是安尼款待阮，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咧找你呢耶稣应即句真特殊啦耶稣应讲是安找我呢？敢毋知我必须爱伫我爸家安尼即句话一个囡仔人。伊讲我要伫爸家，明明老爸就伫你面头前你的老母伫你面头前，是安讲我爱伫我的爸家，但是咱现在知影讲，伊咧讲我的爸家就是咱的天父上帝。伫圣殿，伊伫遐，但是迄阵个讲话，我感觉怎真突兀，讲是大人遐着急咧找你，你来应安尼但是可能咱无一个明确的答案，总是圣经有记载伊讲。因无明白耶稣讲的这个话啦，但是呢，咱若要讲耶稣迄阵是毋是有叛逆，并无这个意思。因为第51节有应答讲，耶稣甲因倒转去拿撒勒，事事伫遮，而且是因这段啦伊讲耶稣伫迄个耶路撒冷，爸母毋知影这个代志着急，但是耶稣因伊讲是安找我。敢毋是我爱伫爸家吗？即个印起来有即深的意思。伊毋是咧讲爸母你找我不在意，是照着迄个时点要甲伊讲，我是属于上帝，我是爸囝，我伫即个圣殿要印证我是上帝的囝儿，毋是咧威胁爸母啦因为咱若注意甲看，即段经文有后壁有印在讲。51节伊讲耶稣甲伊的爸母转去拿撒勒，事事拢顺从因。所以意思毋是伊，就是人讲一个搞怪囡仔，也是一个处处拢甲爸母咧作对的叛逆少年，毋是伊讲转去到拿撒勒伊的成长的家迄个故乡事事拢真顺坦因。但是即句话玛利亚真深的印象，所以讲，把这件事拢记伫心内，
把这件事都记在心啦。咱若是印证讲后来耶稣行往各各他十字架的路，玛利亚伤心艰苦，但是知影我的这个囝儿，因为伊要怀耶稣的时阵，天使甲伊讲过话啊，对毋对？天使有甲伊讲过，你要对圣神怀胎啊。所以伊甲这个事甲做伙，无认为讲耶稣是安尼搞怪。耶稣是安唔听话，耶稣定条工要甲爸母对家，也是讲爱耍爱佚佗，伊都毋是走去打电动咧，也毋是走去看好奇看人演戏啊、歌戏安尼，毋是啊。耶稣是坐伫圣殿吼，甲遮个经学书伫遐咧论战呢。所以咱若对遮个事，搁来配合即句话，讲伊等于到拿撒勒，事事拢顺坦因，所以耶稣是一个安尼。有效的囝儿，咱嘛看见圣经无记载的一段，讲是安那耶稣会到30岁才开始出来服侍。有真侪算讲，毋是伫圣经正典内面讲的，伊咧讲起着耶稣检查伊是大囝嘛，所以伊爱烦恼照顾伊后来伊的爸母所生的这小弟小妹，爱照顾料理这个家庭，但所有世间的事拢安搭好势，伊才开始出来服侍上帝。然后这段话讲倒转去拉撒勒，伊老母记着这样事了，才讲起着伊成长的记载，当咱若看见这个路加福音42章40甲52同款的话咧描述耶稣的成长，咱会使讲。耶稣的成长，差不多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细囝，每一个基督徒的囡仔成长一个标准的版本就对啦。因为伊记载着伊3个方面的成长，记载着3面的成长。第一个就是讲，耶稣渐渐长大，而且勇壮起来，渐渐长大勇壮起来，表示伊伫伊的原生的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家庭。若要讲细汉伊。应该有的营养，伊的作息，也是讲伊身体锻炼拢真充足。我想即款的方面，伫咱今仔日即个社会，健康啦、营养啦，也是各方面的卫生对咱的细囝的照顾，实在是无啥物问题才对。等到今仔日，咱若看见现在足侪父母咧烦恼囡仔，是咧烦恼啥货呢？现代即款真侪化学的物件，即个环境的污染，看见有时看到真侪父母烦恼囡仔是安那，烦恼迄过敏有无？迄过敏有时是安尼呼吸器官的过敏、皮肤的过敏安尼，所以电脑咧烦恼济啦，毋惊讲无营养，毋惊讲无够额的经费来家请养，有时是即个社会新的一个条件，对细囝的条件。佫何况讲，亲像现在即个新冠疫情嘛，是拢一种的条件。但咱知影讲，头一个成长就是主耶稣伊伫温暖所疼的家庭来成长，各方面有真水的成长。第二，主耶稣伊充满了智慧。圣经记载讲伊充满智慧，表示讲伊伫伊的家庭，伊伫会堂。伫教育的顶面有得到真好的学习。犹太人是真重视迄个家庭教育的，真重视。迄比任何的民族拢真重视，因为因家庭的教育就是甲因的信仰拢完全结合起来。所以耶稣是安那12岁会当去甲迄个圣殿遐个经学师、遐个教师安尼谈论。一定是伊已经有领受即款圣经的知识、智慧。咱来其实耶稣的时代无像现在细囝遐方便呢。莫讲上网啦，莫讲遐个手机啦。耶稣的时代要看到圣经都无简单啊，因为迄个会堂都敢若迄羊皮记载圣经啊，无逐个人一本啊。所以耶稣的确是伊真旨意、真注意，伫厝内接受父母来谈论因
这犹太人的传统甲教士律法，去到着会堂，足认真听这圣经的老师来甲因讲起早前圣经的故事，也是讲因的祖先做上帝会互因的见证安尼。他上重要的是这点，伊讲耶稣得到上帝甲众人的疼甲喜爱，上帝疼伊，众人欢喜介意伊。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小朋友今仔日来到遮来，用因所学习的带咱来敬拜上帝。咱其实毋是讲用因这个表演真好，表现真好，所以甲因学了歹数，毋是，是互因用一个具体的象征。要互父母看见，要互这个主日学老师看见，这个细囝要学习亲像主耶稣，因是真正得到上帝的疼，得到众人的疼，所以是甲上帝伫属灵的顶面真亲密。咱看见细囝撒母耳，伊伫细汉安尼，抑阁毋是捌代志捌真多的时阵，伊就听见上帝的声，听见上帝的声咧叫伊，表示伊的心灵是真清气，心真纯洁，所以上帝的声伊听会到。咱的细囝，咱毋通限制因，毋通限制因的迄个发展哦。有时因会听见上帝的声，咱毋通甲伊当作讲，哎呀，迄讲迄无事咯，咧讲迄乌白讲的啦。上甲你讲这，毋是，你爱互伊讲，你听到啥？是安那你会听到这个？有时细囝因的天线比咱大人搁较清楚，你敢知影？所以甲上帝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咱基督徒，特别是咱做父母的、做老师的，爱互伊去发展的。意思是讲，教伊甲上帝讲话，毋是咱退讲。而且，你若看见一句话真宝贵啦。伊讲众人哪听伊，是众人拢听伊。咱知一个囡仔活泼。也是点点，迄是伊的个性的表达。但是一个囡仔所以会得人疼，大概不出于这个原因啦。第一就是讲真有礼貌，真好喙水，对士大人、对长辈尊敬，而且反应真好，袂伫迄个无适当的所在发脾气，也是讲安尼照伊家己的迄个想法，无要听大人的话。这个部分哇，若要讲上歹教，对毋对？上歹教，因为有时教袂来呢。所以，父母、老师用祈祷将伊交互上帝，互伊成做上帝所下意的、上帝所疼成长的模样。有时咱有看到咱教会也是。咱厝边头尾，也是咱亲人遐囡仔咧真古水讲话真优秀，真水。咱嘛讲这囡仔足得人疼，有无？足得人疼安尼。袂互你烦恼，颠倒是讲这个囡仔实在是真乖。咱若搁学落去就讲恁这父母实在真够教安尼有影实在是囡仔无共款的个性毋是真正大家拢够教才会安尼啦。有时伊的成长超出咱人的规律，咱来学习讲上帝我将这个所听的囝儿交互你，愿你照你的旨意，愿你照你的听，愿你照伊所创造伊的一个本性，互伊大大发展。上帝你听伊，众人嘛听伊。这款的囝儿，耶稣就是得到这三方面的成长。可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小朋友调工老师用足侪时间来甲因训练，用台语来读圣经，用台语来读启蒙文，迄毋是简单的事啦。今仔日的社会，但是因安尼学习就是讲，咱真仰望今仔日儿童的福音，毋是照大人的意思今仔日儿童的福音就是讲，互伊转去甲上帝迄个上美好纯洁的关系，咱甲伊引导，但是伊是甲上帝建立关系。顶日咱礼拜四总会特别招南台湾这正中会的这教会代表，照咱教会地下室迄个所在来举办一个演习会啦
伊演习的主题是咧讲青少年。事实甲今日咱的细囝嘛共类似啦，其中因伫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啦，讨论中间有一个主题叫做讲，咱教会咱遮个做决策的人、做长辈的人，也是讲做领导者，咱伫发展青年事工、儿童事工，到底呢，咱遮个时代，咱遮个长辈甲遮个青年的距离是偌远，安尼就对啦。意思讲，即马问题来啊呢，囡仔想的甲咱大人想的无共呢，伊爱甲咱想的无共呢，伊发展的方向甲大人无共，所以咱教会要安怎甲青年扭近迄个距离就对。这是其中讨论分组讨论一个主题。我听见一个牧师咧整合整理。大家人的报告中间讲一句，我印象真深啦伊讲，阮即个小组内面有牧者发言啦讲有影，咱用尽足侪办法，办活动各侪好玩的游戏、好玩的节目，要互青少年、互囡仔甲咱做伙，大家打成一片，快快乐乐安尼。但是伊讲，咱毋通袂记咧。这打成一片是真好，但是你若无将伊带来甲上帝有一个近的距离，有时你款打成一片，时间过就无去啊。时间过就大家再见啦，因为大家咧成长嘛。你也无定定伫伊的身躯边啊。有可能以后真做一个我怀念青少年时代，怀念我儿童时代，我甲倒一个老师偌好倒一个老师足疼我，看我。哇，无话不谈，我足怀念的，怀念都无定定做伙啊。意思是讲，咱做老师的，咱做青少年的辅导的，你甲伊拍关好的关系，迄是基本的。但是，一项袂当欠的，就是你互伊甲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伊到任何到什么所在，你无伫伊身躯边，有缘甲主亲近，这是咱所讲。听儿童需要福音，咱拢知影儿童教育一般的学者咧讲有4个成长的群体，头一个就是家庭甲家族。一个家庭培养出来囡仔的气质，拢无啥相像，你拢知影咱一个社会中间什么款的家庭什么款的背景囡仔成长就无共款。有时咱看到囡仔咧讲的话有时咱听到囡仔有时无细是讲到迄粗话你就讲这个家庭内底一定是大定来讲这囡仔学着足紧的你要教讲唔通讲袂赴因为学起来也是讲有些话讲话较粗俗所以家庭甲家族迄是第一优先的。第二，咱知影讲，这个儿童也是青少年，伊的朋友甲伊同伴嘛是学足济啦，学足济。我印象真深，我囡仔时代，我的家庭就是信主，伫我的。伫教会周围拢是遮基督徒，但是去学校拢甲遮囡仔做伙迄阵庄脚囡仔冤家相拍啦，讲歹话一大堆啦。有时我哋无说去学着歹话转去父母骂甲惨的，讲你后摆袂使阁讲这表示讲你会受到你的同学你的迄周围的朋友影响着，甚至过来是咱的厝边咱。你共一个社区，搁一个较正规的，就是咱伫教会、甲伫学校。所以做父母的，你会当影响的偌济。事实咱知影讲，这个社会就是爱一个整体美好的环境，迄个囡仔成长才会水，才会好。现实话，我有看到迄个犹太人因的教育细囝真有真好的这个印象的故事有2、3项，感觉印象真深啦头一个犹太人咧教育伊的囝儿一本册咧讲起讲，犹太人咱拢知影，这个大概拢是一个常识，也是讲大家拢了解。全世界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上悬的，就是犹太人。世界上好野的有10人，10个要5、6个拢是犹太人，足奇怪啊！
啊，讲奇怪，这个人犹太人是毋是天纵英明啊？照专家研究讲无咧，因的智商嘛是甲一般的人相共，有时咱台湾人嘛袂属意啊。咱台湾的科技发展嘛足高啊，但是因讲吼，犹太人特别伫科学、伫数字、伫做生意，甚至伫哲学迄方面有发展吼。因讲甲因的信仰有关的，讲这个发现阁真有意思啊，是安怎讲呢？因为咱知影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上帝看会到袂？上帝无形无相哦，特别是10条诫明明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所以父母要怎教因的囝儿讲上帝伫倒？伊讲从细汉就是互因操练迄个抽象思考，这真有意思吼。抽象的思考，所以因要想象一个看袂到的上帝，伊的疼，伊的恩典，所以。咱看见圣经有真侪咧描述上帝的属性，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对无？这话拢是咧描述，互囡仔去想象因心中的上帝。伊讲即款的操练，即款信仰的操练，嘛无形中训练着因的囡仔伫教育的背景中间有真侪，毋是实体的物件，因爱用头脑去思考、去逻辑去组织。这会真做，这个细囝一个真好操练的所在。有一个故事，可能真侪人听过，圣经内底无记载啦，但是伫因的传统的迄个犹太人的典册内底有记载讲，亚伯拉罕伫细汉的时阵，伫伊的故乡，伫伊的故乡伫迄个所在来甲伊的老爸相处的一个故事，就是拍破伊的老爸的迄个做偶像的故事。咱知影讲，犹太人有一款的思维，对迄个亚伯兰伫囡仔时代，甲伊的老爸相处就知影。所以咱知影讲，犹太人伊真严格拒绝迄个偶像崇拜，因的表达甲因相信上帝，拢是伫抽象即个领域内底。囡仔伫细汉的时阵就信仰教育，因伫目睭无看见，看袂到的上帝，因都爱用逻辑思考。所以后来伫数理逻辑啦，伫哲学方面的能力拢真悬。咱知亚伯拉罕，伊的老爸叫做塔拉，伊是拿阿的第9代孙就对，因原来是住伫迄个加勒底的迄个俄尼，就是巴比伦迄个所在。这今仔日迄个俄尼的所在已经有人用考古甲发现到吼。迄个犹太人的迄个记述内底有讲。亚伯兰的老爸较早，特别是伫约书亚有记载讲，伊伫河大河迄边拜祖先有拜神明啊，敢若记载安尼啦，表示讲因迄阵也毋捌上帝，所以拜偶像。讲起着亚伯兰的老爸，原来是家己咧敬偶像的啦，伫雕刻偶像的。有一摆因厝就是咧卖遐像店面咧摆相咧卖人的就对有一摆因为伊的老爸塔拉要有代志要出门，就讲亚伯兰，你甲我斗顾店这个相顾好安尼。讲有一个人客来问伊讲我要买一个是神像，摕转去拜安尼。亚伯兰安怎甲问呢？伊讲你今年偌济岁啊？伊讲我8、9、10啊咧。亚伯兰安怎甲回答伊讲，你8、9、10岁？这神像是昨昏阮老爸咧做好的呢。你一个90岁要拜一个1岁插头囡仔，我煞甲印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后来讲，这个故事讲亚伯兰摕迄个一支叉箍甲所有偶像拢讲歹去啊。剩一个较大的一身较大的无甲讲歹，甲迄支锤甲放在即身偶像的手的安尼。伊的老爸一个转来足生气的，就对啦，足生气的。我你是安怎？甲这个相讲歹了，这拢我咧趁钱的所在呢，趁钱的物件呢。亚伯兰安怎甲应？伊讲无啊，毋是我讲的，是即身大仙咧甲讲的，即身大仙甲讲的。
伊若要气到，气袂煞，佫气听安尼讲愈气，讲欺负处理，哪有一个插头会讲做这代志啊？安尼，插头要若可能讲歹遮个其他的偶像呢？阿伯人就应讲吼，就是咧，你讲这插头吼，无可能讲歹伊，你要哪拜伊啊？你是安要甲拜？表示对迄件事内底，阿伯拉罕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建立出伊对上帝一种的学习，看袂到的上帝，这是伊所要拜的上帝。难怪讲后来，创世纪12章记载，阿伯兰受上帝的呼召，讲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地，去到一个所在来敬拜我。第二个故事咧讲起安怎呢？真趣味哦。犹太的儿童吼。因有咧学习体验什么？囡仔开始咧学物件吼，伊的老师、父母都互囡仔有一个观念，讲学习是一个足甜蜜的代志，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今咱台湾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咱拢知影讲吼，互囡仔对细汉爱安尼快快乐乐开始进入到5、6年开始入国中吼，你就知影讲要读册实在是。哇！迄天大地大，咱若讲叫咱这大人，搁等于迄个时代，你嘛无爱对毋对？但是你用甲囡仔讲哦，你无读袂使，这基本教育、这义务教育，你无读袂使。甲我乖乖啊，甲作业做好。所以足侪囡仔是伫是大人的一个权威的下面吼。若照听你的话就好啊，读后来成功啦。但咱拢无看到讲足侪无成功的，你敢知？就我无爱甲你读啊。读啊足艰苦的，我无适应，爱要安怎？伊咧讲犹太人啊，因安怎教因的囡仔呢？学习一项亲像蜜遐尼甜的事啦，所以犹太人无去强调讲这是义务教育，你无读袂使，你要为着是大人吼，互是大人有面子，你要甲我读到好，毋是？因伫囡仔去学校读册的时阵，先感受着讲。读册知识是一个甘甜的事啦，足甘甜的事。所以因安怎教呢？真古锥。伊讲，迄老师吼，一个去到学校，囡仔都拢暗捌嘛吼。伊就教因希伯来文22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啦吼。伊吼，就是用笔啦，用笔运笔吼，甲迄字母写起来，甲叫小朋友吼去用甲抹来。治你的嘴，讲哇，足甜的。老师甲教讲，你看，这吼像蜜一样甜的安尼，就是要引导讲，你要来这吼是足趣味的，就对啦吼。后来佫用迄个白糖吼，甲画伫迄个饼的顶悬，用迄22个字母，互囡仔去食。嘛有用因犹太人上大的一个象征是大笔的星吼，伫遐来描述讲。学物件是足快乐的事，足欢喜的事，你足意爱要学。哇！迄犹太人因就是互因有种发展，所以犹太人吼，在教育囡仔是要互囡仔问啦，毋是讲囡仔你点点毋通听，茫有耳无喙，袂使应。我讲啥你就啥，毋是。囡仔愈够问吼，爱学习成绩愈好，愈教老师吼，辩论的是愈够安尼，人因的教育是安尼，所以吼。真有意思哦！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母啦吼，一字，拢有伊的发音，22个，伊就是用迄个糖用笔来写遐个字，互囡仔食落去到就讲哦足甜，我要爱要学安尼吼，你才是做时大做老师的是足有迄个吼，足有迄个意思哈。这个字就是写拢就是平安的意思啦吼，写拢伊个字就安尼写，伊字母是对正平对倒平去哦。毋是咱写字是倒边对到正边，是正边到倒边安尼吼。这是大笔的星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大笔的星就是以色列的国旗，吼。他若是安尼哦，因是犹太人因伫迄个三堂的中间，就培养对信仰的教育。意思是讲犹太人咧食物件吼，神圣甲信仰有关的，咱知影因食安孝日的迄个暗顿吼，是足用心的，而且一摆食吼爱3、4点钟呢。
也食也讲故事，也食也讲起迄个圣经的教示。所以咱拢知影圣经内底，亲像《申命记》啦，迄个利未记啊，真侪记载什物，讲什物会使食无吼，什物袂使食，迄拢足侪就对啦。所以吼，犹太人因的观念就是讲，敢若顾食吼，人无价值，是为什物来食较重要？意思讲啦，咱食饭食饱，迄是小事啦，是为啥物要食？所以呢，因就是用感谢上帝做基础。意思食三顿吼，是用感谢做基础、做关心的。咱总知基督徒，迄个犹太人因加爱食迄个洁净的物件。所以你若注意啊看，咱知影讲现在吼，咱台湾这边较注意讲迄个回教，有无回教的认证有无？你有一寡餐厅打一个回教的记号，讲阮这间内底吼，所有的油、所有的食物吼，拢无迄个甲猪肉无关系吼。迄间啊认证了吼，回教徒才敢去食。其实犹太人嘛是有迄犹太的认证，因为犹太人吼，因嘛是无食猪油啦，无食猪肉，所以你有时物件吼煎甲芳吼，你甲伊讲这用猪油做吼，我就惊毋知人去啊。因嘛袂使食迄个人讲无反刍迄种迄个动物啦，因嘛无使食虾所以吼，什物虾饼啥个拢袂使食安尼。但是因的囡仔细汉就感觉讲，我是要遵照这个教示、这个规律。意思是讲，因的教示囡仔的时阵，对细汉就是伫餐桌的顶面学习感恩。所以咱基督徒，咱也是会晓伫食饭桌，迄是上好教育的所在。毋是安尼食白白三碗三喙还就走安尼，毋是是因重视这个餐食安尼。兄弟姊妹，最后我要期待咱兄弟姊妹，咱的家庭也是咱的这个教会，咱是营造一个美好信仰的教育的环境。圣经箴言29章17节讲：管教囝儿，伊会互你终上生平安喜乐啦吼。这是这个中文的这个经文白话字是讲管教你的囝，伊会互你安心，佫会互你的心欢喜。管教迄是士大人、老师的责任。望咱大家人有这款上帝来发的恩典，互咱的教会、老师、家长、社区做伙来祝福咱的细囝，互主日落的教育更加美好。咱拢知影台湾这个社会吼，有人研究讲有3方面的比以早的这个社会吼有较无好的发展，就是叫做孤立化，3大的孤立化。什么孤立化？就是讲咱的家庭结构简单化。第2是咱的邻里的关系疏远化。第3是社团的参与下降化。这是一个数字，我就无明讲啦。像家庭结构是哪简单化？伊讲结婚了后无甲父母住做伙，台湾已经占76%。意思讲你家己一个家庭是，你的阿公阿嬷无伫身躯边的占上济啊。若甲先生的父母做伙大，他占21%，甲太太的父母做伙大1.4%，佫较少。伊讲安尼简单化，所以简单化就是讲伊迄个家族的规律减少去嘛。第2是邻里的关系嘛疏远化，就是讲咱厝边头尾一大堆人啦，咱伫市内，但是呢，伊讲无提供协助的。你讲你的隔壁厝边无咧甲你任何帮衬的，占60%。有时定咧甲你帮忙的，咱厝边头尾互相照顾。我要出门吼，甲我斗顾问的，即款的5%若定。有时加减有的，那34%，是讲加减都拢一寡陪仔会帮忙，表示讲较早咱伫庄骹迄种厝边头尾互相照顾的，愈来愈减少去。而且咱若无父母特别的要求吼，参加社团嘛下降化。讲大概咱现在台湾的社会，这个家庭无参加社团活动的占75%，有参加的才占44%。表示讲，
意思是讲囡仔也来教会，这就是社团的一种关系嘛。啊，咱台湾竟然占75%，安尼即位，这拢是咱大人的责任。咱拢知影讲，最近台湾因为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吼，咱足侪咱的时代，咱遮的社会，遮领导者拢咧讲吼，咱爱为着咱的子孙准备一个水平安，会当长期发展的台湾，互咱的子孙啦。啊，我相信其中少子化、家庭孤立化，囡仔要安怎伫咱众人大家的听顶面来长大，这是咱教会搁较大福音的责任。真欢喜咱看见这老师足用心，咱2场礼拜哦，爱加倍老师。啊，咱诶瑞平牧师来就任，嘛是伊的真大的一个分量，是要关心这主日到青少年的成长。咱拢望咱兄弟姊妹大家斗用心，互囡仔伫家庭、父母伫家庭照顾细囝以外，教会正做因一个伫社会成长中间一个上大的一个规律。期待咱大家较侪关心，特别是有人参与伫即个老师的教育吼，才会参与伫遮义工帮咱细囝成长。有时是你家己的囡仔，有时是我的囡仔已经大汉啊，我用啊，我会当来帮忙。啊，这拢是咱大家作为努力的所在。但兄弟姊妹，下面咱要来吟修回应的圣诗，啊，咱才做伙来祈祷吼。回应的圣诗319首，咱坐咧吟就好，319首，然后